师傅，我误会了。误会？当然是误会。你要知道，海市是你的弟弟，不可逾矩。就你这脑子，你还替师傅操心呢？啊，王我还以为你之前有了相好，白替你高兴一场，没想到你倒是好，这心里头啊，一天到晚只惦记着师傅，真是春笑。什么时候也惦记惦记你哥嘛？哼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王海市，你给我松开！王海市，我放主意！还打我，还踩我，我的脚，头发还是头发。师傅，师傅啊！师傅，夸着。师傅，喂，轻点儿。师傅，是他，你看他。卓英，跟我过来。是。嗨。快！哦，师傅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海市是你弟弟吧？徒儿当然知道海市是弟弟，要不然我才懒得管他那些闲事。在上元灯会，你跟海市做了什么？我们一同击退了刺客。那之前呢？双10年纪，为师不是不允许你有心仪之人，但眼下职责未尽，不是时候。师傅，我误会了。误会？当然是误会。卓英心中一直都是以公事为先，绝对不会想什么私情的。你要知道，海市是你的弟弟，不可逾矩。师傅，徒儿明白，做兄长要有兄长的样子，要有风度和威严。徒儿绝对不会带坏海市的。注意分寸就好。师傅没有什么事情，那徒儿先告辞了。去吧。卓英哥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师傅。师傅可是有事要吩咐。是不是睡得不好？最近是有点。睡前陪你禅定打坐。回房去。是。安住内境，摄心守意，喜思善思，淡然视之。如生妄念，让它自灭。